不行，我得换个方式。这家伙的主意又翻了，思想把肉藏起来自己吃，我倒要看看你把肉藏哪里。走着瞧一回，看我咋收拾你。我把周围再收拾一下，今天肉藏的也太完美。哈哈，等我，真好。给你水。我只是这个都给你。无法选择，爱没爱过，想对象。不要高兴太早，别以为我没看见。媳妇儿，怎么了？你看电视是吧？一会儿我来收拾啊。我也是收拾啊。我收拾，看电视。别笑。